Hello， 今仔日，我的飞行图书馆内底有真侪足好听的故事哦，咱做伙入来看卖咧。精彩，乐乐的飞行图书馆，小酒来去 ，follow me， 陪你看全世界里，哔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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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哔。Thank you， 人就过来哔哩哔哩哔哩哔。广告要开始 ，Are you ready？ 乐乐的飞行图书馆，去飞。哇，艺术！你哪会走来阮家 ？Hello， 乐乐，嗨，现场的大家好。嗨，我是黄宗林医生。是讲这是飞行图书馆，啊无人破病啊？你是安怎会来这咧？想讲一定要有人破病，医生才会使出现的。因为我除了会晓治病，阁会晓写好看、好笑又阁健康的故事册。啊？好看、好笑又阁健康的故事册是啥物啊？今仔日我找来的这本是甲鸡仔糖有关系的故事册哦。哇，足赞呢！我足介意食鸡仔糖。哦，乐乐，你嘛介意鸡仔糖哦？恁大家敢嘛甲乐乐同款介意鸡仔糖啊？无介意的举手。哦，有人举手啊呢！今仔日我要介绍的这个主角。逐天拢一定爱食鸡仔糖，恁敢知影主角是啥人啊？阿乐。原来大家拢知影，正是阿乐。咱就来看伊逐天甲鸡仔糖的故事哦。好，我等袂赴要听故事啊。咱的主角阿乐，伊上介惊无聊，真无聊，真无聊，足无聊，有够无聊呀！阿乐，我感觉你安尼害来害去，真紧张的。哎呦喂呀！我落来啊！恁大家，我足无聊的，恁敢会当陪我耍？阿乐无聊的时阵，拢要找大人陪伊佚佗，毋过。阿爸拢无用咧拍电脑，阿母规心咧买手机啊，阿嬷搁咧车碰西衫，阿公急咧看股票。大人拢讲阿乐乖，等一个无用煞，我就来陪你耍哦。阿乐真正足乖，等一个，等两个，等三个，等四个，等足久了后，伊实在袂了，伊搁问讲：我足无聊的，恁敢会当陪我耍？我。你无用哦！大家应该看会出阿乐真正足失望的。这个时阵，嘿嘿，有一个大人提出法宝啊！噔！啊，这敢是要互我的？哇！我上介意食鸡仔糖。阿乐食糖啊，食甲真欢喜。你看，伊笑甲喙开一开，连喙齿都看甲清清楚楚呢。袂歹哦，有洗水哦。阿乐真正上介意鸡仔糖，而且毋管是啥物色的，伊拢真介意。红柑、青黄、乌白子，色地口味拢无共的鸡仔糖，动的。遮侪支鸡仔糖，你敢是想要做一个拢总甲食了啊？咔吱！哎呦喂啊！看起来鸡仔糖搁较济，阿乐嘛拢会甲食甲空。用煎的，用烤的，用加的。讲到食鸡仔糖吼，阿乐有百款的食法，每一款食法拢嘛好食。鸡仔糖真尔好食，心情真好诶。
我是感觉你安尼佫食落去，真正伤济啊啦，阿乐。我爱食鸡仔糖，我爱食鸡仔糖。小等一下，咱翻头看一下哈。阿乐，你看你喙齿顶悬乌乌迄搭是啥物啊？敢讲你头拄仔食到的是新口味的好甜鸡仔糖？若无喙齿顶悬，哪会有一搭像好甜的乌斑呢？黄医生，我自来就捌听讲有好甜口味的鸡仔糖，这搭乌乌的，敢讲是酒气？酒气，囡仔兄囡仔姊，恁想看卖阿乐是安怎会酒气呢？来 ，Andrew， 你来讲看卖是安怎会酒气？因为伊食伤侪糖啊。对，食伤济糖啊！马克拉，你想咧？因为迄糖啊有掺防腐剂，甲别款无健康的物件。因为糖啊内底佫有掺真济无健康的物件。Sarah， 你讲酒气的原因是？因为阿爸母伤过无闲啊，因过不离中，才着摕糖啊来互伊食。哎呀，伤无闲，所以就用糖啊来饲囡仔，愈饲酒气愈济。阿弟咧，毋伫讲咧？就是因为伊糖啊食了无洗喙，所以伊才有酒气。所以糖啊食伤济，佮无洗喙，爸母伤无闲，又佮无去互齿科医生看，当然就一定会有生酒气的风险哦。哎呦，酒气是啥物？是有糖住伫喙齿内底哦。是啦，会当安尼讲。酒气定定拢是因为糖啊食伤济，有足济糖油啊掉伫咱的喙齿旁内底，无洗互清气，就真有可能会有细菌甲咱的喙齿当作引导，佮会向内底钻来钻去，钻甲规大空，安尼就变做酒气啊哦。鸡仔糖除了糖真济、真甜以外，拄则已经有人讲到内底有无健康的物质。大家敢有要甲我讲，鸡仔糖内底佮有掺什么无健康的物件啊？有色素，佮有防腐剂，佮有香精，佮有食品添加物，佮有食品添加物，无毋对。哎呀，拄则讲到色素，听讲阿乐上介意食一种色、一种口味的鸡仔糖，大家敢知影是倒一种口味啊？我知影，阿乐上介意柑仔口味。讲甲真准，你上了解我，阿乐上爱食柑仔口味的鸡仔糖。既然阿乐上介意食柑仔口味的鸡仔糖，咱就做伙来去糖仔工厂看卖好无？好啊，做伙出发 ，Go！ 哇，足济柑仔口味的鸡仔糖。嘴软叫要顶落来呀！那是什么？先放一寡糖，佮下一寡色素。阿乐上介意食柑仔口味的，安尼就甲掺一寡红色素，佮再蓝黄色素，变柑仔色的糖啊！毋过偏起来无柑仔味呢。无要紧，透一寡香精，柑仔香气拢走出来啊呢！袂歹，柑仔口味的鸡仔糖。红色素，柑仔香精，啥物？原来我上介意的柑仔糖内底根本就无柑仔，原来我拢骗去啊！柑仔口味的鸡仔糖全部拢是假包的化学品，哼，无爱我食啦！柑仔骗人！我改啉苹果汽水，吸收维他命 C。哇，苹果汽水足香的，拢是苹果的香味，佮有酸甘甜的苹果味，足侪汽水泡呢，足欢喜，足幸福，足快乐的。咦，好啉，真好啉。黄医生，若是伊直直食、直直啉迄款甜甜的物件，会安怎咧？我甲你讲，囡仔朋友拢知影阿乐会变做啥款？伊会起笑，会小叮当。
一直撞来撞去，一直撞来撞去破坏物件，破坏物件。伊会变大颗，佫会手起，然后伊会甲电吉他弹甲歹去。电吉他都弹较歹去，无毋对。你看，大家看故事，看甲比我更较清楚。看到阿乐最后，哇，若身体变甲无健康，心情嘛变甲无稳定，连佚佗物嘛无歹去啊。那准伊一直食，一直啉这的五花杂色甜不不的物件，落尾就会破病，爱去互医生看。好啊，咱今仔日的故事要讲煞，大家敢有其他的问题想要问啊？就是头起先互阿落鸡仔汤的人是啥人？头起先互阿乐鸡仔糖的人是啥人？剩一支全是毛的手出来对无？嘿嘿，我迄个时阵无互大家知影，迄个人是啥？无定就是阿爸，嘛无定就是阿母，凡说是阿公，嘛凡说是阿嬷，敢若是要提醒大人无用的时阵，唔通用四手啊、糖仔饼来应付咱的囡仔。代志放一边，陪囡仔较重要，囡仔才较袂去食到无健康的物件哦。我有一个问题，哦，请讲。就是上怎迄只手要甲迄张纸锯掉？雄雄一只手伸出来了后，甲几指远的画面锯掉，迄支就是画家的手。无定就是我，嘛无定就是画家，甲迄个景色锯掉，了后换做糖仔工厂的画面。果然，若是糖仔食了后的时阵，随去洗喙，是毋是都袂揪去啊？无毋对，糖仔食了，若紧去洗喙，揪起的几率就会较低。所以较紧去洗喙是较好，不过咱搁较爱会记哩，除了洗喙，嘛爱会晓用气线。家里的气科医生阿姨也是阿姐，会晓安怎用气线，那安尼救气的几率就会变搁较小哦。安尼我手里这支，然后我的 Halloween 鸡仔汤是毋是袂当食？这支 Halloween 鸡仔汤看起来色彩少丰富的对无？搁再你甲变过来看，后壁嘛无成分表。应该是有掺染足侪色素甲化学物质，不过伊真好看，会当甲放伫桌仔顶悬，互看水，当做你万圣节的战利品。不过食较少咧，也是规气卖食是上介好的哦。原来哦，黄医生会用讲故事的方法，甲咱囡仔人应该爱知影的，甲健康有关系的代志，介绍互咱知影呢。希望我今日讲的故事会当帮助每一个囡仔朋友轻松了解健康的万项代。安尼，我要甲收藏伫乐乐的飞行图书馆，耶！乐乐的飞行图书馆，咱后摆再会，拜拜。拜拜。囡仔兄、囡仔姊，影片看完啊，有介意今仔日的故事无？爱记得互目睭休困一下，后摆才搁做回来飞行图书馆听故事。拜拜。